旺角道1號商業中心新華苑酒家飲茶。港鐵旺角站尾2出口出站後轉右沿砵蘭街直行，行到街尾就過馬路，過咗馬路沿旺角道繼續向前直行，行多幾分鐘就見到酒樓啦。星期1至5早茶6點至12點，下午茶2點至4點。星期1至5早茶同下午茶，茶錢都係9蚊。早茶孖寶29個8，北菇棉花雞、有雞、魚肚、半條蟹柳同1片冬菇，雞幾滑，其他一般。蜜汁叉燒腸，餡料比較少，味道可以。5色點心拼盤19個8，呢個有啲驚喜，除咗馬拉糕太甜外，其他都好食。早茶點心6個8起，孖寶29個8。下午茶叉燒瀨粉26蚊，味道正正常常，冇乜特別。華苑燒賣王4粒12個8，唔錯，幾好食。煎釀虎皮椒16個8，普通。下午茶燒味瀨粉23蚊起。星期1至5早茶小點16個8，中點20個8，大點24個8，特點28個8，頂點32個8，其他時段就貴啲。